胃食道逆流因为卫生倒液、俗称的溢车酸或者是火烧心，严重时会造成食道的溃疡，或者是产生细胞病变的巴瑞特食道。新台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谢明忠表示，治疗胃食道逆流，氢离子阻断剂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但会用改善症状，并且预防巴瑞特食道的恶化。但随着类似件的技术发展，现在有射频操作术，会用有效来去除巴瑞特食道的病灶。胃食道逆流其实在我们病人之间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主诉。那长期的胃食道逆流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巴瑞特食道跟所谓的食道癌的这两个风险。那我们如果要早期处理这样子的疾病，第一个其实是要做到巴瑞特食道的一个处理。我们过去常用的叫做氢离子阻断剂，它药物的下去的预防效果，其实可以减少细胞恶化的现象。那现阶段其实还有一些电烧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射频烧灼，它可以直接烧掉我们所谓的病变细胞，那阻止下一步癌化的过程。那另外的话，要减少我们所谓的火烧心激烈的症状，则可以透过内视镜的抗逆流手术，这样的效果其实在现阶段比较困难治疗的病人，也可以达到6-7成以上的治疗方式。所以这两样的治疗，第一个是治疗它的细胞病变，包括说射频烧灼术；那第二个手术叫做抗逆流手术，它可以减少所谓的火烧心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那这样子一起治疗下，可以让病人获得生活这个品质上的改善。不管是针对细胞病变巴瑞特食道的射频操作术，或者是内视镜抗胃食道逆流的手术，还是会有复发的几率。因此，医师呼吁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减少糖类加咖啡因的摄取，才会用延长手术的效益，并且防止症状再来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